中国农民呢，真正大范围的发生抱怨，统购统销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是吧？大家如果看这一段的历史，就会知道这个统购统销对我们党在农民中的这个评价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吧？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包括3年的大饥荒，以致达到了这个3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即使饿死，他也没有什么抵制行为发生，是吧？因为这个一盘散沙式的农民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家产生矛盾的。像我们那个58到1961年那几年，中国农民大量的饿死，但是那个时候的农村没有听说有什么上访潮啊，什么群体治安事件，那个时候还比较少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变呢，在民间完全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的状态下是很难发生的，是吧？因为原子化的状态下，你一个人就是再不满，是吧？你也很难形成一种集体行为。而如果没有集体行为，是吧？那么你饿死也就饿死了，是吧？不会有什么那个博弈的能力，是吧？大家知道1960年前后我们国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是吧？也就是一个村子大量的人饿死，但是大家都知道仓库里头那个官库里头其实是有粮的，是吧？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去动，是吧？很多人就是围着仓库就饿死了，是吧？于是后来我们就有一些说法，哎呀，这说明我们的这个农民觉悟多么高，是吧？宁可饿死也知道集体的财产或者说公家的财产是绝不能动的，是吧？其实这个农民当时的觉悟真的有那么高吗？是吧？那么如果觉悟高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人民公社后来又会解体呢？通常我们讲的所谓的集体，如果是一种被组织的集体，那么它的性质相当于一个监狱，是吧？监狱是你不能自由进出的，是吧？那么把一帮人关进监狱是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的，是吧？但是这些人如果要从监狱中逃出来，他们反而需要有一点集体主义，是吧？如果各顾各，你很可能你就逃不出来，是吧？这个大家都看过一部二战60周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放过一部片子，是吧？叫做《逃离索比卜》，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是吧？